来看台北市的博爱特区，前日早起发生抢案，有一个姓黄的查某人揸现金230万出门，煞互2个查甫人抢去。虽然嫌犯已经抓到啊，不过现金敢若剩28万。而且代志是过4点钟了后，被害者才去报案，警方怀疑是乌食乌。查某人伫通知无仔伫顶仔卡徘徊，看穿粉红衫的查某囡仔随去查路，刷落来一名同伴为后壁走出来，两人一前一后，立时当街抢掠。因为那时候我看这只有一个警察，然后陆陆续续才有比较多警察就有进来这边。大路抢劫发生伫台北市博爱特区西口围，是2名查甫人，早到早起11点半，看到被害人经过细顺的主嫌，继续问路，搁互细川局员趁机会抢夺，无几分钟得手230万。警方调查，两个人是有无犯案。孙显是透过他朋友的朋友掌握这个被害人的资讯，那前案讯问后，依抢夺罪嫌，移请北检指挥侦办。得手8万现金，嫌犯跨管市逃走。警方无到一天，伫新北市的三重埔甲中和陆续将人逮捕。虽然人抓到啊，不过查扣的查拉款只剩28万外。嫌犯讲，多数是提起限制，只是因唔那知影被害人的行踪，更加清楚伊迄天身上下早大笔现金。警方无排除是乌食乌，甚至也有幕后嫌犯。目前是不排除是可以持黑。这个部分我们有掌握哈，这个犯嫌可以掌握这个被害人的资讯，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怀疑。姓黄被害人第一时间无报警，过4点外钟才甲律师去警察局报案。虽然伊表示钱是家己赚的，要纳到期款，甲涉案的查甫人也无熟悉。也毋过警方认定专案疑点侪已经报称检方侦办，厘清案发原因甲金流来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